山地集团即摆到雅国的这个游艇码头，即摆搁即搭大建设，互阮安平区真正是这个机会嘛足好，嘛希望讲伊会当较紧做起来，互阮这个安平区会当搁较热闹。水岸复合区这个休闲区的一个开发了那也带动我们整个的安平港的一个繁荣那这边也感谢我们在地的里长都相当的支持，也会跟我们在地的民众宣导未来我们会一起来配合我们整个安平港的一个开发创造更好的一个亮点我们很感谢南仁湖来这里投资那这样子它跟雅果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观光的一个新特区。那我们也认为说，未来对我们整体北观光的一个开发跟带动会有加分的一个效果，那也让整个园区更完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备受地方期待的安平水岸油气发展，一直是市府的重点施政计划。现在招商有成，安平港有雅果游艇集团投资开发的国际游艇城，水岸复合观光油气区也引进南仁湖企业破100亿的投资，规划打造全台规模最大的滨海度假城，渴望带动安平更繁荣的观光效益。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个投资计划高达103亿，那在台南市的一个精华的蛋黄区里面的安平区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这里的视线所及，就是台南的市中心。那很少世界港口像波士顿、像纽约一样这个港口直接连接的市中心。我想，所以说未来的这个区域对于市中心区的人，或者是其他区，不管是南科或是沙仑，他们过来这边做水岸的休憩活动，或者来这边开会做会展的活动，其实都是非常适合的。所以我们很期待，也很乐观的估计希望说这边能够带来非常多的就业机会，也能够繁荣地方的发展。尤其对于安平离台南市政府以及不管是行政区或安平老街或安平的古迹或安平的开泰天后宫都非常的近。所以说我想说连成一气，跟雅果也好，跟安平区也好，或是跟中西区的美食连成在一起，我觉得其实这个未来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所以非常感谢港务公司，也感谢我们南仁湖集团强联手，能够让我们未来台南市的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而且我会做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地形地貌的一个改变，更加是繁荣台南这个古都，台湾的第一个城市。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10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议会上午定期会进行地政局甲都发局的业务报告。会中议员王家珍关心最近建商主打的地上权买厝，看起来敢若俗真济。不过伊强烈质疑，佫是插权放价手段，要求地政局公布清楚，避免民众权益受损。近年来，房价一直起，强调降价土地成本会当回馈予消费者的地上权买厝，敢若成为新选择。不过，议员王家珍以平新野区现况一坪起到50万，不过买地上权设定50单位内，一坪变30万左右，看起来敢若减真济。不过，其实所有权也是伫建商，所以这期是插权房价，并不是压价，要求地政局长甲民众公布清楚。地上权现在号称30万左右，听起来少了20万，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所有权，土地权仍然在资本手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您知道吗？对岸共产制度是没有所有权的，对不对？我们一天到晚那么样子的看不起对岸的共产制度，我们现在的地上权的观念不是跟对岸一样的吗？到底是抑制房价还是提高房价？
这个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面的如此火热，比较担心的。因为地上权它是一个有限的权能，而且一般的地上权设定的期限大概是50年，或者是50加20啊，这个可以再续20年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要看契约的内容是详细是怎么约定的。好，那个年限呢，如果是50年的话，大概就会跟一般房屋的耐用年限差不多。换句话说，有人说地上权的住宅。应该是要比较便宜，那这个就是可以协助民众用比较低的一个成本来取得住宅。其实大家知影有土地才有生产力，才有法度报答增加财富。不过王议员关心所有的地上权，嘛是要提醒消费者要清楚所买的是拥有建物权状的建物，也是只有类似建物使用权的凭证，唔通互家己的权益受损。同时，强烈质疑也是建商资本家所炒出来买起。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关市合并以后，各项建设持续推动，加上南科的效应，帮第三买起增旺，连带第一线地政行政人员的负担加重。尤其是新兴发展的各区，基层员工逐工爱加班，所以议员担心上午嘛替人力的需求来清明。针对108年以后，台南市各地政事务所的交易量统计，前3名分别是台南、东南甲永康；111年第4名则是安南区。议员担心借此除了反映市场帮地产买起的状况，嘛替建商有需要赶紧压力，加重相关地政所人力负担，要求局长一定要依照案件比例来调整人力。当然，像安南区，因为9份子，那很多大楼啦等等哈，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一个大楼的案子下来，它的案件量，光是它要办一些过户啦等等啊，其实那个案件量真的一次就几百件，那个对我们地政事务所的人力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哈。那有时候就是这些业者们哈，他们也有时间的压力，然后就会来催促着我们的这个地政事务所这边哦。那地政这边为了要便民，然后帮民众服务哈，其实他们常常是加班在做哈，所以反推回来其实就是人力的问题哈。其实我想局长这边应该也可以明白啦哈。其实很多地政事务所因为真的被民众一直拜托他们说尽快帮我们完成哦，他们有时间压力哈，就造成说其实他们是长期在加班，有时候连放假都还没办法休息。如果是一个大社区的话，案量可能是几百户，甚至是上千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的确我们地所的人力啊，好负担都很重啊。谢谢议员的关心。那刚刚议员问到说，对于这个人力，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跟做法，或者怎么去增加？那对，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每一个辖区的地所它有不同的一个特性哈。那像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分为登记跟测量哈。那我们呢定时的都有在做这个人力跟案件数比例的一个案件比的一个检讨。那也就是说，这个假设啊，这个所它的这个业务量突然成长到很多，可是人力没有那么多哈。那我们有曾经研议过一个调拨的一个互相支援的机制。所以我是提醒一下局长哈。根据了解，台南市近年来建设不断，加上南科带节电的效应，吸引人口迁入，连带帮地产买起增旺，所以户政甲地政第一线承办人员上班提早，暗时加班嘛真正常。所以市府如何调拨人力，做上适当的分配，嘛减少民众等待怨言，拢有待观察。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工地牛树屋的买卖一直以来纠纷甲争议不断，不过伫今年7月新制上路以后，牛树屋要将其进前，所有资讯拢送市府来查核，所以议员林议员就要求地政局一定要加强契约的查核，同时加强无动产交易网站的公开资讯。机会上午由地政局甲都发局进行业务报告，议员林议员关心健全房地产的市场当中，特别是牛树厝的买卖纠纷甲争议。由于今年7月实价登录的新制上路，虽然牛树的资讯爱全面申报，第一时间登录，不过因为个案条件差别真大，无容易掌握行情，所以议员要求地政局一定要加强契约的查核，来保障民众
宽严。我知道地政局你们在这个新制上路前就已经有启动这个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查核这个机制，那这个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这个做法，这边给予肯定。但是也要请教局长一个重点是说，在这个新制上路以后，地政局对于预售屋的这个契约的查核变成备查，这样子的改变有没有让我们的这个民众的权益的保障效果是减半的呢？根源报告哈，其实我们的制度上并没有改变，而且是更加的精进哈。那最主要的一个修法的重点就是说，在7月1号以后，好，所有的预售屋建案，它的销售资讯都要事先报进来备查，然后它的定型化契约呢，也要事先报进来让我们审核通过啊，然后它才可以去做销售。所以这个以前的备查或是以前这个契约的审核，现在还是有，只是名称改变，那你们查力道是一样的，但查力道会更强，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呢，我们有一个定一个查核计划。另外，议员进一步检讨台市不动产交易的网页内容相过简单，提出台北市包括辅导情形、建筑执照、建筑进度等资讯，拢经公开透明来比较。议员强调，资讯愈充分，才当避免纠纷。提出地政局表示，因的看法甲议员同款，目前网站改版的资料正在建立当中，但台明年便利预算才法度进行改善。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真的是一目了然。那对比。随着时代进步、资讯发达，真侪消息都是无经过查证就被传播出去，所以总价宽频对北到南规划真侪种媒体所用的选择，来教民众如何判断消息的真假。11号，三冠王上主车团队特别前往五条港发电协会来分享，欢迎相当的热烈。讯息的辨别真假，你要辨别这个讯息的真的假的，才不会被这个讯息牵着鼻子走。这个是媒体识读的重要性。那你识读，共为的是爱辨别它，要去分辨它。如何正确辨别消息真假，才不会被讯息传播者牵着鼻子走？中嘉宽频媒体识读团队这次来到了台南市中西区五条港发展协会来办活动，会中列举出许多国内外的真实案例，与民众分享接收讯息时应要多方参考，不能只单看一种说法。同时也提醒民众了解资讯来源、详读讯息内容以及内容是否太夸大等查核重点。有趣的课程让社区民众轻松学习什么是媒体识读。因为现在那个网络谣言太多了，还有那个讯息化，还有透过这个正确的教育是给大家一个好的知识，还有好的观念。现在是网络爆炸的时代，很多信息都会传播到媒体上，你假使没有去辨识的话会被他误导，而且会害人不浅。其实大多听这个课我感觉最重要，因为咱即摆网络传一寡资料真正有当时讲似是而非，咱嘛唔知影真正假。伫这赖的群组内底，其实伫阮这个社区的群组内底，足侪嘛拢咧传这啦。所以有当时你互长辈唔知迄是真的假，嘛是一个足大的困扰。今仔日上这个课的时阵，互大家了解，安怎判定、安怎判读，迄个物件的正确与否。事实上对中介拢是避免被诈骗啦，还是讲被盗那个账户的都是一个很正面的。感谢迄个咱三子新会当做这个活动。除了查核8部，民众透过 LINE 消息查证、MyGoPen、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真的假的以及趋势科技防诈达人等 App 软体，也都能查证消息真伪。还有一个麦哥片的那个 logo 还有查核事实真相还有也可以咨询别人的意见。10月的媒体识读活动，让参加的社区民众都收获满满，活动也在欢笑中圆满落幕。欢迎对媒体识读有兴趣的社区团体或者是学校机关，可以向双子星3冠王中嘉宽频询问免费报名资讯。媒体识读推广赛。
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今日10月1号嘛是公费流感注疫苗的时间，其中黄伟哲上午特别来到安定区的南平国小，宣导流感校园电子化的修复计划。市府表示，要对家长的同意书、医生的评估到注疫苗，全部拢是电子化代替纸本。110年度的全台公费流感疫苗，伫咧10月1号开始注射。上午市长黄伟哲特别来到安定区的第一梯全国16间学校试办校园电子化注射的南平国小来甲大家做宣导。甲以前无同的是，对接种进前的家长同意书到疫苗接种，拢是透过电脑甲平板来完成。是不是全面拢无用到纸张的方式？希望会当伫安全防疫的同时，嘛注重环保。其实我们今天施打的对象是国小。国小坦白讲，他们的年纪也比较轻哦，那抵抗力、免疫系统可能都还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要特别呼吁我们的医护人员都要特别用心。那今天施打对象是5、6年级，接下来会往下施打到国小的1年级都可以施打。因此呢，我们也希望说，赶快打疫苗之后，能够建立保护力，那可以让大家安心的求学，让家长也放心。这摆公费疫苗分成2个阶段，如果有接种过新冠疫苗的话，必须要甲流感疫苗相隔7天。今仔日接种的对象除了国小的学生以外，嘛包括年满6个月以上的婴仔，一直到5转3年的学生这个区间，阁有65岁以上的长者。秋冬是流感可能较会发生爆发的季节，市府嘛呼吁民众要赶紧来进行接种。因为全国我们只有16个学校先加入我们今年的示范计划。因为毕竟这个系统是一个新的，那其实我知道这一次学校在配合的过程，到昨天晚上还在试用这个系统。那今天我们系统厂商也有到现场来，会协助大家。如果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现在小朋友坐在这边，等一下他们就会一关一关的包括他们现在家长已经都勾好了，他们的意愿都在这个电子的这个系统里面。那所以待会他们从健康评估到接种完这些疫苗的登记，都会直接在我们的系统上作业。说会有一点紧张，打完就感觉手有一点酸酸的。没有。伫活动现场的小儿科医师嘛要提醒大家，接种任何疫苗拢有可能会出现无爽快的状况，所以要特别甲老师甲家长讲。若小朋友接种了有出现无爽快的状况，就要赶紧送去病院来做检查。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文化中心的艺廊目前正展出今年184件台南美展的作品。根据了解，今年台南美展因为头一摆取消参赛作品寸切限制，加上前件时停受疫情影响，嘛互参赛件数比去年较济。下面随着镜头做回来欣赏得奖的作品。台南美展就是所谓的地方美展。很多县市之所以会开放为全国性的征件，主要是地方征件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从这一次我们征件的数量高达673件，就可以看得出来，台南市在艺术的发展跟创作的能量上，其实是不断的蓬勃发展。2021年的台南美展伫今仔开始到10月17号，拢会伫台南文化中心来展出。今仔日嘛特别邀请到3位得到首奖的创作者，做伙来到现场，甲咱分享艺术创作的心得。台南市文化局长叶泽山嘛到现场，表达对所有得奖者的肯定。水墨是，如果你失败了，你的墨胀开来了，
画太重了，那它是无法挽回的这种可塑性。在过程当中，在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更需要的谨慎用心。一路的过程是怎么走下来，以及以后怎么继续走，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一种热情吧，就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热情，然后让我能够继续画画。以前就是画得很糟糕，然后但就是很喜欢画画，然后就是努力的练习，然后也真的遇到很多老师，在这画画过程当中，其实会遇到许多的挫折，还有自己怀疑。那我觉得走艺术就是要去克服这样子的心态，然后不止在画画上有成长，我觉得心里面也有许多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艺术就是会带给更多人会有更多的成长。透过镜头，咱会当看到目前伫北港南洋国小的老师董佑凯所创作的得奖作品。对一笔一画中，会用看到书法中的写法丰富变幻。透过不断的努力，互伊嘛写出家己的风格，得到评审的肯定。另外，看到立体造型得奖者徐君玉，伊的作品除了看起来非常的特别以外，经过伊细腻的创作过程，用动线甲人的表情嘛做了栩栩如生。徐同学嘛表示，接下来伊嘛咧规划用铁线来创作出更大型的作品，实在互人非常的期待。因为是先从线开始，就是一条线，然后去在空间中拉出一个立体的、有空间的一个形体，所以就是我在做的时候都是想着，可能那条线如果要往前或是往左往右的话，它会让整个形状看起来是怎样。我刚开始会创作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偶然碰到线材，然后用它做了一个脸，然后那时候的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这也许有可能，所以我就这样一直做下来。我的得奖感言就是首先一定是非常谢谢评审的喜欢，然后就是很开心能得奖，就是也让我在创作上更有动力，就是对自己有比较有信心这样子。然后未来的话，因为我现在是研究所，有比较更多种类的设备，所以我可以用亚焊去做大型的，可能我现在的媒材比较偏向铁丝这样子。我的创作的环境大概就是一张桌子、几支笔，每天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我觉得不需要很漂亮的环境也不用很贵的工具。大约5、6年前，拜师求教，然后目前的这个指导老师呢，他很鼓励学生要多多参见征件比赛，目的呢不是为了要得奖，而是要在认真准备一件作品的过程中，能够熟练学习的创作技法，然后让自己更加精进。那也因为这样呢，这几年来我陆续参加一些县市的征件比赛。从今仔开始到10月17号的展览期间，邀请各位市民朋友会用利用时间做伙来现场，透过作品来感受每一位创作者的热情甲创意。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